水利署地层下陷的监测资料显示，讲云林县今年地层下陷226平方公里，比去年减少21平方公里哦。其中是以中部科学园区的后尾园区上严重，可能是因为附近有在抽农业用的地下水，甲起真侪新的厂房有关系。今年落的雨比去年搁较侪。根据水利署地层纳落的监测资料报告，云林县今年纳落的面积是226平方公里，比去年247平方公里是减21平方公里。不过其中这虎尾中科园区今年纳落的深度煞有到7公分，是比去年搁较侪。深度去年最严重的一些下陷的一个深度是每年6.2公分，是在园长。今年来到就是稍微上升，来到7公分，是在虎尾中科园区这附近一个是持续有一个地下水一个抽用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农业的一个用水不足去抽地下水。第二个是在我们掌握是在园区那边有一些新设的一个厂房的一个新建。水利署表示，云林县主要纳落的区域是分布伫咧虎尾、土库、关将、大比、埔中、北港、各仑背等所在，会继续鼓励农民种植的时阵莫因田来减少用水。也来针对虎尾中科园区地层纳落的部分，中科管理局这边是已经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应用。针对新建筑的部分那我们要尽量减少它会增加的这个荷重所以都会要求挖地下室。那所以我们也针对后面可能还会有的建筑，那可能挖出来的土方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不外运的这个原来的环评的规范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环差的这个报告准备在明年会送到环境部去审查。中科管理局表示，虎尾园区的产业多元，包括生机、材料，还有半导体相关企业，每天的用水量是大约2000吨，嘛拢有要求爱提升用水的回收率。即摆若是要起新的厂房，嘛拢会配合管制，避免地层阁继续落落。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